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歹果教子，歹人教言语。这句话内面的歹是讲品质歹。一般人在吃果子的时阵，拢是介意吃籽较少的，因为荆籽或者是吐籽实在是真麻烦，而且籽若伤济，代表肉较少，嘛会影响到吃果子的趣味。后壁迄句话教言语的意思是，一个人就爱伫咧别人的脚趾后讲闲话，讨论是非，黑白生话。即款人都会互人看袂起，甚至是当作失德的歹人。所以即句俗谚先用教子来说明品质歹的果子，进一步来表达歹人拢爱讲别人的歹话，嘛会借这的话来拍歹别人的名声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